佛光山南台别院师兄师姐以欢喜感恩的心，料理着这美味的腊八粥，要甲信众结缘。市长黄伟体也当场品尝这腊八粥，并学了腊八粥煮了好食又够健康。这8种食材都是这是对健康有帮助的，但香盐到现在也成为一种习惯，也成为一种风俗。那也感谢佛光山能够现在今天大家普遍去施粥，让许多好朋友、市民朋友们，一方面祈求平安，一方面寻求健康。品尝腊八粥的同时呢，我们也希望大家呢也能够感悟佛陀成道的意义，人人都能够感恩惜福，然后呢能够实践做好事、说好话、存好心，让社会更美好、更和谐。在品尝了腊八粥后，黄伟体也参加了南台别院祈福法会。与会贵宾有警察局第4分局长王子雄、安平区长萧泰华、文平里长李瑞福、国际护工会世界总会副会长刘昭明、澳洲中天学校校长陈秋晴、中华总会理事刘宗礼、杨正达，以及中嘉三冠王双子星护理罗启俊等人共同祈福。佛光山南台别院庄住持满洲法师表示，腊八粥不仅代表感恩回馈，更有佛陀的加持甲祝福。南台别院嘛准备了2万份的腊八粥，免费提供给大众享用，希望在这个寒冬当中，嘛当温暖着社会大众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